大家好，咱今仔日要看的是台湾教会公报第586卷吼，是咱新台湾话阵列卷的第3单元，伫这期的第11页，伫这个所在。这个时间拄好对伊顶一年吼，1933年的年底到这期是1934年的正月吼，伫遮，所以因的报纸也伫这个所在，甲大家祝一个新年快乐啦吼，过年时啊。好，咱废话减讲吼，咱直接来带读这期的内容。第一个词暗号，这句话自来台湾原本就有，是用作私刻约束的记号的意思。这就是国语的海口多目，总是近来有对国语搁传入一个新的意义，就是做电报的暗号特用，就是国语的暗语。对安尼也有生出复合名词，亲像暗号电报。使用暗号，问题，请你拍暗号的电报给我。闽国用暗号的字做出军的时所得用的秘密的记号，甲这较无同意思。若是亲像暗号电报伫闽国，因是叫做暗码。后一个字词暗记，拄是的活念，是记条北的意思，是对国语的暗记来的。问题，我会暗记这首诗，就是我会活念这首诗的意思。总是暗记这字的源头是为汉文来的，这段请大家参考。有时也写作暗记。后一句，请大家参考。照看民国现在犹原有在用这个字眼甲密记同意思。后一个词暗杀，成人无张持来杀人的意思，对国语的暗杀之来的。问题，伊受人暗杀，这句话伫民国犹原有在用。后一个字词暗示。暗中指示，互人不知不觉来顺探，是对国语的暗字来。原来是心理学的学术语，总是一般有在用。问题，我暗示伊去自尽。民国犹原有在用这个字眼，参考汉文，古早犹原有这个成语，亲像这句，请大家参考。总是照字解说，就是暗中指示，无拄亲像顶面所讲迄款心理学的意思。后一个词安全边，对国语的安全边来，是对英语的 safety valve 来直译的。原来是蒸汽机关内面的一项器具，在提防互水蒸气的压力。无过头伫迄个安全的程度，总是即句话犹原亲像国语有做譬如的意思在用，亲像讲议会是伫政府甲人民的中间做一款的安全边。照看民国犹原有上一个意思在用即句话。以上是咱这段的带读。后一段咱才来针对内底一寡字词，甲伊的写法，咱来做讨论。以上。